男人只是喝了杯饮料，他整个人就炸裂开来。非但如此，男人还裸体开门迎接大漂亮。原来这个疯狂的男人叫苏晨。就在刚刚，苏晨正单手提着唐刀单挑2只丧尸，这2头丧尸在他的概念里就是旱魃。苏晨看着眼前这2具 body 沉思，所谓旱魃其实就是还保留着生前某些记忆，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残留的执念。上一世孙德彪也是被高强刀掉，所以他抱着找高强复仇的执念成为了第1只旱魃。另外一头旱魃王大海则是因苏晨自己而亡。很明显答案只有一个，高强的机缘必然在这里。苏晨看着孙德彪的 body 如此想到，随即他提起唐刀就向孙德彪砍去。只见苏晨手起刀落，旱魃孙德彪应声而裂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颗不规则晶体飞出。这玩意就是能让身体获得超强体质的晶核呀！苏晨看着这枚晶体大喜，目标到手，打完收工。苏晨见晶体到手之后，他便踏着旱魃王大海借势飞驰而去。剩下这只就交给你们了，你们要慢慢玩。随后苏晨也不管高强等人乐不乐意，他就头也不回的上了楼。这个苏晨真是混蛋啊！对此高强只能在心里默默吐槽。与此同时，他拽起地上还剩一口气的小弟当挡箭牌，但这似乎对旱魃王大海并没什么用。兄弟们，抄家伙给我灭了他！高强对此也是起了几分火气。话分2头，苏晨拿到体质强化晶核之后，他竟然将其放进酒里泡，只因苏晨打算将晶核洗就直接吞下。原来在末日之中，旱魃和变异异兽颅内会有小概率出现晶核，100头会有那么1头会爆机缘。重活一世的苏晨对此颇有了解，随后他连晶核带酒一口吞进肚内，下一秒只见苏晨双目通红。非但如此，他整个人的衣服都炸裂开来，而苏晨的身体也青筋毕露，犹如烙铁一般滚烫。就在苏晨身体发生变异的时候，绿城酒店1楼的高强等人也将旱魃王大海干掉。小样，你再动一个看看啊！此时的高强正不断对倒地的王大海鞭挞：“老大，你这样做虽然很解气，但是我们最后的水源也没了。”高强的小弟看着他善意提醒道。不等高强出声，长发小弟突然暴起：“臭娘们，想跑门都没有！”原来是一旁的李娜想悄悄开溜。刀哥没水，我们谁都活不下去。我悄悄告诉你一个事，韩小倩是苏晨未婚妻，你们只要把她带到苏晨房前做多人运动，我不相信她不就范。话我都说完了，您就把我当成一个屁，麻溜的放了吧。李娜此计不可谓不毒。韩小倩听完马上神色大变：“好你个李娜，亏我把你当成好姐妹，你现在竟然如此对我！”随后韩小倩也破罐子破摔：“我可以配合你们，但总得让我吃饱才有力气干吧。”长发男对此却嗤之以鼻：“听说你想吃肉。”就在此时，高强也走了过来：“那你可得自己动手。”他说话的同时将匕首递给江小倩：“你是说那种肉吗？”江小倩看着被擒住的李娜，她内心似乎正在经历什么艰难的抉择。没想到下一秒江小倩就转过头，她接过匕首径直走到李娜跟前：“小倩，你不能这样啊，我们不是好姐妹吗？”李娜见状顿时吓尿：“是啊，我的好姐妹，你刚刚还让他们一起帮我来着。”江小倩说完就给了李娜好几个透心凉。看着倒地不起的李娜，江小倩陷入了癫狂状态：“苏晨，等我吃饱了就上去，你洗干净脖子给我等着。”高强和长发男看着疯狂的江小倩暴喊：“去找段雅过来，让她把肉煮熟。”高强对此还想保留一点人性：“没水我们可1天都撑不下去，不想死的还不赶紧动起来。”长发男闻言立马安排众小弟去找人。而此时总统套房内的苏晨，他正适应他强化后的新躯体。就在此时，苏晨看着监控突然停下了下来，原来是他门前又有人到访。于是苏晨略微生气的裹着身体开门：“你来这里有事吗？”段雅看着苏晨的动体瞬间红了脸颊，不过他嘴上还是大喊流氓。苏晨似乎意识到如此接客欠妥，他告罪的同时将段雅接进了房内。不一会，苏晨就明白段雅为何会来找自己。那个我资源有限，总不能因为你脸蛋漂亮就收留你吧？我这里可不收花瓶。苏晨当然知道段雅求救的缘由，不过他还是出言婉拒。段雅马上表示，他不单只是厨师，他还是西南医科大的优秀毕业生，此外还有着3年的外科医生经历。此时的段雅为了投靠苏晨也是拼命秀履历，他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可段雅内心却在暗赞苏晨劲爆的身材。呸呸呸，明明是他房间环境太优渥，我必须展现自身价值才能留下来。苏晨当然不知道段雅内心的想法，他本来就想收服这位前世有着地狱魔厨之称的女人，只不过现在气氛有一点点尴尬。而当苏晨听完段雅的自诉，他马上借机开口：“你这医生的身份确实很加分，不过现在末世最稀缺的可是资源，咱们能不能活到明天还是未知。”段雅听到这里马上慌了神：“你只要不赶我走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没想到段雅一说完，他马上就开始后悔，但苏晨却没有给段雅后悔的机会。既然段大美女都这么说了，那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就好。随即苏晨脸色一正：“不过有一点我得警告你，不要想着在我面前玩花样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段雅闻言点头称是。苏晨见此顿时露出满意神色：“很好，那你现在把衣服脱掉。”“不是吧，不是吧，现在就要开始色色吗？”段雅听完马上羞红了脸：“